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咱看到港台有安尼特别的即个布置吼，是要互咱大家人较有印象讲，圣神降临节是咱教会节期中间，若要讲是三大节期中间真重要的一个节期，也咱要通过即个节期来甲主同齐道，来领受即个救恩的记号，也要做伙通过医治的祈祷，互更较侪兄弟去经历到圣神医治的快乐。咱要三甲分享做伙进前，三甲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领受即个福分。我要做伙通过你的话来提醒、来学习，也来勉励。愿你的圣神伫阮中间。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圣神降临节，咱较有的印象就是讲，即个彼得甲所有这学生伫耶路撒冷的时阵，有圣神降临，讲圣神有亲像迄个会的子降临伫学生的身上，互因会晓讲即个方言会晓讲各地的腔口。搁咱看见讲圣神降临伫主耶稣的身上，讲亲像子所以咱拢用即个鸽子来象征圣神的同在。若是照圣神降临节，伊甲犹太人因的即个日子，拢有一个真美好的即个巧合啦吼。圣神降临节，咱嘛改号做五旬节，这是对伫即个犹太人三大节期之一啦吼。就是因为因有一个七节，当伊即个百姓出埃及到伫旷野50天的时阵呢，上帝就颁布10条诫，互这以色列百姓。所以这个50对伫这犹太人来讲是足深的印象。当后来圣神降临伫耶路撒冷的所在，遮的所有的学生的身上开始传福音，咱甲迄个时阵叫做圣神降临节，就今仔日咱咧纪念的。伊讲，迄就是主耶稣过我的50日啦，过我以后50日。这互咱真好记，50真好记安尼。当我咧准备今仔日的即个信息的时阵呢，我就想讲，哇，过去这2-3冬因为疫情的关系伫2021年、2021年2年前咱就是伫圣神降临节迄礼拜开始，全部拢袂使实体礼拜。我看迄阵的记录咱拢伫即个网络顶面做礼拜，剩无几位啦，因为讲迄阵要求100人以下，所有的即个公众聚会100人以下，所以咱剩几十个啦定。旧年呢？旧年我早小看，咱过偌济过，咱就嘛个疫情过一摆。迄阵政府就宣布讲，要互伊安尼，无爱禁啦，边境无爱禁人佫在意到伫今年年初，咱讲会使拔口罩，毋过拔蒙拔咱大家拢挂掉的。无拍算呢，5月又佫到3年的差不多4-5月呢，5月佫到最近佫听到兄弟有人有感染嘞，听起来是讲迄个症头袂介严重，毋过还佫提醒咱细字保护家己安尼。所以伫即个圣神降临节的时阵呢，牧师甲咱三甲分享这2段经文，咱嘛是真熟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等下会当慢慢来做一个重点的学习我就先甲伊跳过安尼。今仔日讲到即个分享信息的2个主要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啥物？耶稣对赏赐圣神的宣告，伫约翰福音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咱若是读，也是讲有人会晓背真熟啦，真熟。这个熟的内面，咱有看见讲耶稣，伊讲伊要求上帝，就是求爸，讲赐恁另外一位。咱新翻译的字叫做为助者，就是咱较惯势听到台语讲保惠师啦，保惠师。来，圣神保惠师要互恁，上重要的特色就是讲，伊要永远甲恁同在。
毋是讲啊来行行的，就搁转去啊吼，啊是来顺顺的安尼，是永远吼。即句话是真做基督徒一个足重要的字，讲永远甲恁同在。啊，那保惠师伫希腊的原文吼，咱知影圣经是对希腊文所翻译过来新约。啊，所以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辩护者。辩护者伊较清楚意思，就今仔日讲的律师啦，律师。啊，咱知律师就是为着啊，这受控告的，也是要控告别人，替伊分解、替伊说明，因为一般的人对律法律毋是介清楚，吼，也是讲对家己的权利袂晓讲无落来，讲袂完整，啊，所以律师出面啊替你来讲。啊，当圣神亲像律师，伫咱上帝面前，咧替咱这罪人。替咱这罪人讲话啦，啊，你有偌罪状吼？因为圣神的怜悯，互你伫上帝面前，搁定心称罪义。啊，若无圣神，咱家己哪有啥物气力通为着家己辩护咧？因为连保罗家己都讲，我是罪魁啊，我是罪人中的罪人啊，啊，我软弱遐尼济啊，啥物人会敢家己？勇敢伫主面前讲啊，我拢无罪，我家己会当清楚伊，我靠我的行罪，我的行为啊，我的聪明智慧拢无法度。啊，兄弟姊妹，所以耶稣佫解释啊，讲这个保惠师就是真理的灵啦，是真理的，是真理的一个供应者，也是讲真理的说明者。啊，咱若无靠圣神，咱要哪捌真理？啊，这就是咱啊人的有限嘛。啊，主佫讲哦。讲一般世间人看袂到，佫毋捌伊，啊，当然看袂到，毋知影啥货啊，圣神伫倒，啊，你讲我听啊，吼，啊，所以看袂到，无认捌，啊，当然嘛无接受伊。但是耶稣有讲到一点，讲恁这学生，咱认捌伊，咱认捌伊，我。白人啊，你的五官甲我的五官同款啊，世间人，逐个人的迄个身体的构造拢同款啊，也无人比人较厉害啊。但是耶稣讲，因为圣神伫咱的生命的中间，佮讲一遍，讲常常甲咱伫地。啊，那安尼咱就通知影，咱甲圣神的关系，伫耶稣基督的，还是讲伊的。计划甲设计啊，列理的内面，咱平常咱是毋捌圣神的，因为圣神伫倒咱看袂到。但是因为有圣神伫咱的生命，圣神甲咱同在，互你通因为安尼认捌伊。啊，迄个就毋是靠理智上的理解啊，毋是靠一寡较外显的状态，是因为你心中甲主亲密的关系。你明白圣神甲你相同行，啊，这才是咱也是圣神降临，这是真要紧。咱基督徒拢都爱小细字啦吼，啊，真正去伫遐来体会到的。耶稣讲的这句话，伊有最后一句结论讲：我无放杀恁做无白的囝。咱台语吼听着较确实啦，毋是。敢若讲，互恁做孤儿，伊讲，互恁无要，互恁做无爸囝。而且伊讲，我要搁转来到恁遮。这是耶稣英文讲，我有一日要搁再来。耶稣这段经文吼，就是约翰福音14章，甲顶几礼拜咱有讲到葡萄树吼，啊甲树枝的关系。这段是搁比葡萄树的这个讲论搁较头前，耶稣已经甲伊要受苦，顶十字架上天，要找圣神，逐项拢铺排好势，甲这学生讲。当然，学生伫迄个阵也毋是明白介清楚啦。啊，咱若是看起讲，好，迄个时阵耶稣甲学生讲，耶稣是到圣神降临这时阵，因才去感受到讲啊，原来。咱的主伫受苦以前讲的话，今仔日伫咱身上显明啊！啊，所以学生会讲方言，学生会感受到圣神的同在，是呢，遐个物件要来印证圣神的存在。
毋是用迄个做你的标榜，是呢圣神真真正正要伫恁的中间。啊，所以咱搁看见第二段经文是保罗伫圣神的对圣神的宣告。啊，这有一段故事啦吼，咱注意啊看，伊讲保罗呢是伫即个以弗所的所在，伊经过内陆的地区来到以弗所，伫遐有拄着几个门徒，听起来似乎就真平常吼。啊，毋过伊特别起头有讲阿波罗伫哥林多，即个阿波罗是早前迄个真厉害、真牛的一个迄个算讲一个教师啦吼，一个传道理的教师，但是伊的传承无对主耶稣即个线来，伊嘛是咧传道理有通过即个约翰行事的约翰，有真多的学生咧对约翰，所以即个是咱所看的地图吼，以弗所就是伫迄个中迄个所在，伫亚细亚的西边，伫瓦海的一个城市。咱若看到即个更较清楚，伊的对面吼，就是迄个约翰吼长老伫咧拔摩海岛吼的对面迄个城市以弗所。真水的罗马时代的城市，到今仔日阁遐尼多的迄个古迹要伫咧吼，是非常的辉煌，非常的水，迄街仔路吼非常的即个壮观的对啦吼。但是保罗竟然伫以弗所的所在拄着约翰的12个学生，拄着因就先问一句话。讲恁信主的是有领受圣神啊无？恁信主的是有领受圣神无？伊无先甲因讲哇恁道理捌偌济，伊先讲一句，是啥物原因？是因为咱遮初代教会有真多无共款热心的门徒吼，四过去传福音，但是对整个耶稣基督的教示天国的福音的道理。大家人无大家人拢捌到真透彻，也是讲你我大家拢足有共识，因为咱现在的知识，也是现在的传播资料非常的方便啦。早前无法度人安尼，所以一人传的有偏差，所以是安那保罗到逐间教会拢会甲迄个所在的人辩论拢甲即个有关系啦。但是伊来上重要的核心，就先问讲：恁有领受圣神无？兄弟姊妹。是咱要问一句，别项唔问。若要用今仔话讲，兄弟姊妹，你信主遐久啊，你有领受圣神无？这煞变做咱一个标志的对啦。你要做基督徒，你有领受圣神无？煞成做一个咱真重要，家己要问的一项事。那安尼，咱就知影讲原来，伫迄个时代，大家人有的人有即个热情四过传道理、传福音，有。伫使徒行传遮尔多的记载，你知影讲犹太人因信耶稣有因信耶稣的即个坚持呢？外邦人阁有外邦人的坚持。最近咱即个孙宝玲牧师伫咱教会伫宣讲即个题目台嘛迄个伊个使徒行传讲了非常的精彩就对啦吼。内面当时的社会的变化，实是互咱会理解讲有迄款的争论是。难免，因为迄个时阵交通无方便，传播嘛无方便啦吼。所以保罗伊先要紧就是讲，哇，拄着遮热心的约翰，行事的约翰的学生，伊无先问讲你捌偌济道理，先问讲你有领受圣神无？保罗安尼讲约翰是传迄个为着悔改的人洗礼，但是伊要搁来以色列的百姓。伫伊后来有一位就是耶稣。咱若注意来看经文这约翰的学生因了安尼真单纯，嘛，互咱感觉真着惊呢。伊讲，恁讲无，阮到今仔日毋捌听见讲着圣神。不可无就搁问讲，恁领受什么洗礼？因讲约翰的洗礼。伊也讲后壁迄个耶稣有迄个耶稣，哇，因嘛无了解，表示。因所接受的道理是安尼一知半解，还是讲无完整就对啦。特别是圣神降临这段耶稣
所宣告，也是耶稣所应允的，因拢接受无着。啊，那安尼对信仰、对真理，捌一部分尔，真危险。因为伊传的都是无圣神的道理啦。啊，咱慢慢感觉讲真奇怪呢。事实初代教会对圣神的理解，包括圣神是毋是三位一体之一，拢还佫真争论，毋是讲因误讲啦，是迄个时阵整体理解也无够。咱知影讲，伫即个教会历史顶面有一个叫做大公会议，就是大家人为着要解决各地的基督徒、各地的信仰、各地的领袖的意见，啊，所以大家就开迄个会议。其中有一个会议叫做尼西亚会议，吼，伫主后300几年，迄个会议就界定讲，咱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囝，是甲上帝原来就伫咧，毋是后来佫生落来，就是讲后来互人互上帝制造出来，是原来甲上帝同在，所以是因为耶稣是三位一体中间的一位，啊，伫尼西亚会议就甲确定啊。啊，圣神呢是到什么所在呢？就是到主后451年啊，450已经400-500年啊，咱毋知经过几十代去啊呢。到451年迄个时阵，有一个叫做加克顿会议，但正式讲，吼，咱所有正教会、遮个领袖啊、遮个学者啊、遮个教父拢同意，圣神就是对圣经领受着。耶稣基督所应允，上帝所应允，就是这个三位一体之一。啊，所以莫怪保罗会问约翰的学生讲：恁有受圣神无？因嘛一知半解吼。啊，咱让理解就对啦。但是保罗伫这个所在有做一项事吼，伊伫遮安怎讲呢？保罗为着门徒来还手，为着这12个门徒还手。讲圣神就降临伫因的身上，因就讲灵语，佮讲宣讲上帝的信息。啊，这真有意思吼！咱知影耶稣有12个学生对无？啊，伫遮嘛写约翰有12个学生。啊，原来道理捌，啊嘛足热诚，啊毋过呢捌无透，对圣神无认捌，啊对耶稣嘛无啥了解。所以，这个动作真宝贵。保罗为着因还手，还手的意思是咧代表保罗为对主耶稣基督领受迄个恩膏、迄个授权、迄个权柄，也互遮个百姓、遮个有一个心要传主道理的人，通过保罗的还手，而且圣神用降临伫因的身上来印证这个权柄。啊，这也真做以后教会一种真重要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宣讲主的话，要互主所差派，用还手。啊，迄个恩膏甲祝福，毋是人的亏力啊，是主有同意，主有愿意，通过门徒啊，通过保罗来为人还手所讲的。啊，他。有圣神降临，有讲灵语，是一个圣神临在的印证。但是后来真多的基督徒吼，煞真强调迄个临在的外表现象啦。啊，迄个外表现象吼，啊煞袂记你讲圣神的同在是永远伫地。啊，你迄个同在，你讲灵语嘛是讲一段尔，你也毋是对头到尾规日拢讲迄啊。所以较重视的是圣神有甲你同在。你伫行出礼拜堂，行出这个礼拜，你有继续有圣神的同在，伫甲你同工无？有咧宣讲上帝为主做见证无？你正做一个先生，叫一个太太；你正做一个老师，正做一个社会的一份子，你有照圣神同在的规律伫做工无啦？还是讲，敢若注重迄个现象，但是外面？互人无感觉到你是一个基督徒，连基督徒都毋是啊，佫毋免讲圣神的同在。啊，所以像你即话，今仔日啊，咱因为有圣餐，啊，佫有即个迄个异地的祈祷，所以牧师要一个，敢若一个点，啊，后礼拜咱佫讲较详细啦吼，是要请咱大家佫一遍，去迎接圣神伫咱的生命中间来行伫甲
正神同行的这个画面内底，互咱知影基督徒上大的福分，是耶稣应允有圣神。保罗为着门徒来换手，互因经历着圣神，而且讲灵语、讲方言。所以有人咧讲，咱爱迎接圣神降临，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啦吼。因为以早大家对圣神的理解啊，教义无共款的教派吼，有的教派吼哦，千万唔能讲到圣神啊，讲到圣神哦，大家会乱起来呢。因为大家意见无共嘛。啊，经过现代媒体吼，21世纪网络媒体，大家理解讲哦，原来圣神的意思是安尼，圣神的讲是安尼，啊，所以大家慢慢啊，无论是灵恩派，还是普通的。较属于福音派，一般的教会对圣神的认识，就继续较完整、较健康就对啦。所以21世纪也是圣神动工的大世纪。所以兄弟姊妹，咱来重新认识圣神的工作，承认、欢迎，佮接受圣神。咱圣诗内面有首诗讲：圣神，请你来。拄则年轻长老咧祈祷的时嘛，讲圣神啊，请你来。圣神是有位格的，唔是你的差遣啦，是求你。圣神就是上帝啊，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神上帝。啊，所以咱通伫这个所在，亲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通过牧师的分享，咱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讲，咱莫去争论圣神是啥，啊，圣神有伫咧无？咱是讲，我要安怎接受圣神？我要哪互圣神甲我同工？我要哪接受圣神同在的快乐，互我的人生吼，甲以前无共款。啊，这才是咱迎接圣神降临节，今仔日这个功课是到这。啊，所以咱先看起耶稣，伊受圣神充满的证明吼，伫路加福音有记载几项，咱若有闲会当前后文过来家己做一个学习啦吼。啊，我只点出这个经节就好。路加3章22节讲，圣神有形体降临伫个身上，亲像钱啊。啊，路加4章1节讲圣神耶稣充满着圣神。啊，咱这是因为现代中文啦吼，啊，咱伫大纲内底安尼因迄个翻译，但是咱若照台语的经文是安尼写，讲圣神降临伫伊的顶面，形状亲像钱啊。路加福音4章就讲耶稣受圣神的充满。第三个部分，路加4章14节讲圣神的能力甲伊同在，圣神的能力甲主耶稣同在。路加4章18节讲耶稣讲主的灵临到我，主的灵临到我。啊，台语安尼写讲耶稣伫圣神的关联，耶稣讲主的神临到我。所以，连咱的主耶稣伫地面上的时阵，伊拢需要圣神。主的神临到伫伊，啊，所以咱基督徒吼，有甚物款的迄个本领讲吼，我信主啊，照我的气力来做工做会到。耶稣都爱圣神的同在，啊，是啊，你我大家讲，我毋免圣神，用头脑来处理迄个属灵的事，迄是无可能的。第二个部分。咱讲圣神降临，对咱整个信仰的理解是甚物？圣神是上帝第2摆道成肉体啦。这个毋是一个讲真理甲道论哦，也是讲定论，是讲咱用安尼来描述。好亲像嘛会使解释讲，圣神降临就是上帝第2阶段的道成肉体。咱知道成肉体是咧指耶稣对无？耶稣伫出世的时阵，吼圣经约翰福音有讲道成肉体，啊，甲世间人做伙。啊，他圣神降临，咱用安尼来描述，就会较理解讲哦，原来圣神来到地面上，伊的功能啊，甲伊的快乐啦，吼。咱先了解讲圣神降临节，咱第一项是圣诞节嘛。这是上帝第一次的道成肉体，就是叫做玛利亚来出世的主耶稣，这是道成肉一个有个体的主耶稣。啊，然后呢，圣神降临节就是上帝第2阶段、第2次的道成肉体，因为圣神即阵落来，毋是伫这个无罪主耶稣身上，
是要伫你我遮有罪人的心上，因为圣神的同在点入去、带入去咱每一个平凡的人的心上啦。啊，所以圣神照着咱的身躯道成肉体，每一个人，咱意思讲，我这个人就是圣神的以马内利。安尼，伊的身份有啥物无共款？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耶稣是一个无罪的人，耶稣是神呐。啊，你我大家拢是有罪啊，拢有限啊。啊，所以你要哪互圣神同在伫你的心上，圣神互你伫你的心上道成肉体，是因为你甲圣神做伙同行，的程度偌悬呐？是你要互圣神领导你呢，还是你要家己用你的办法？啊，这个介在讲圣神的道成肉体伫你的心上显露出偌济，这咱嘛会当安尼讲，就是咱讲教会的兄弟姊妹，教会的基督徒是主特别呼召出来，呼召出来。啊，当你受呼召，而且佫是诚做即个呼召出来，诚做主的门徒的人，伊的差别是差伫倒位？就差伫你有领受圣神无？因为你我大家拢伫遮坐，你我大家拢是称呼基督徒，但是你有圣神的同在，通过你来做伊要做的工。你有道成肉体的身份有悬无？通欢喜做主的工。所以咱是安那定来纪念真侪圣徒，真侪优秀的基督徒。咱是安要听伊的见证，咱是安要学习伊的模样呢？因为因有可能就是圣神伫因身上道成肉体的成分遐尼悬，因为伊欢喜甲圣神相同行，啊，所以因所做的工就超出咱的一个理解，超出咱会当期待。啊，所以咱对了有读到《约翰福音》14章16节吼，讲圣神是另外一位保惠师啦吼，圣神另外一位保惠师。伊讲我求爸，伊要赐另外一个为助者，永远甲恁同在。啊，台语就是讲我也要对爸求，就伊要用各一位保惠师，互恁互伊甲恁永远来带。也因为安尼，耶稣讲的迄句话，咱就发现有意义啊。圣神临在伫所有正门徒、正欢喜、互受呼召出来即群人。啊，希腊文有一句话咧讲，这受呼召出来会众，叫做 ecclesia。ecclesia 意思是讲，你我大家毋是一群普通来遮啉食的人，也是来遮咧运动拍球的人，来遮俱乐部的，是一群受呼召、特别互圣神所叫出来即群人。啊，你爱有圣神的形象伫你身上，毋但是即群才是受呼召出来，即群才是 ecclesia，毋是讲叫少看看一群人，无迄运动闹热啊，迄个人伫遐咧演唱会迄群人，迄都毋是 ecclesia。啊，所以兄弟姊妹，这个圣神要甲咱三甲大，就是介在咱有要接受主伫咱身上来做工，互圣神带领向前来行。咱后礼拜，咱会当搁较甲圣神相同行的生命，要咱活出圣神同在、圣神应允、圣神的保护的规律，互咱会当搁较清楚。因为咱若注意看吼，这段经文讲。咱要应允，要做比耶稣搁较大的事啦。啊，这就是我讲的，讲咱俗世人听到这句话，是毋是有语病啊？是毋是写了毋对，翻译了毋对？耶稣做的代志，咱哪敢做比伊较大？耶稣讲的，伊的意思毋是咧讲咱的能力比伊较悬，是因为你我大家，因为有圣神的同在，有圣神的以马内利，所以你我大家做伙做。做比耶稣当时地理环境更较大的事，做比耶稣伊在宣扬福音更较快的事，因为历代拢有这主的门徒，毋惊一切艰难，到天边海角传福音啦。耶稣迄个时代搭伫迄个巴勒斯坦遐尔呢，伊行袂出到偌远的，比保罗吼去的所在，耶稣继续少啊。耶稣讲的是讲。物理上的，也是人甲人中间直接，搁较是讲每一个世代，咱所做的事要比耶稣所做的较大，是表示
耶稣将圣神赏赐予咱。咱若无靠圣神，咱上敢讲我要做比耶稣较大的事。传福音，带人归主，伫地面上建立上帝国，互圣神通过咱来见证上帝的听。所以最后一句较俗语的话，也是讲一种互相来三边的话，互咱伫这圣神降临者中领受即款的祝福吼。这句安怎写？伊讲基督徒，你无读圣经，你又无要祈祷，啊，你无经历圣神甲你同在，啊，你是讲我都基督徒咧，啊，都挂一个名吼。啊，伊讲即款的人亲像什么？也毋是咧甲你气嫌啦，只干来替你惋惜，你听有无？替你唔甘讲无彩哦吼，因为呢，好亲像咱互人邀请入去王宫内底来食倒就对啦吼，要入去，莫讲王宫来5星级的饭店食倒菜炒的安尼。但是吼，你若是无读圣经、无祈祷、无经历圣神，就亲像你较有迄种所在，啊，可是咧用迄个免洗碗咧食泡面。啊，无采你已经到王宫内底啊，无采你到迄个5星级的饭店，也是讲现在咱都流行讲米其林，对不对？米其林饭店，啊，要放互你食一出迄个厨师所伫遐料理出来，会好食的面，啊，你讲毋免，我食泡面就好，啊，我食用免洗碗就会使。基督徒来追求圣神的同在，就是这个原因。愿主应允的圣神，你我大家拢经历到，毋通亲像保罗咧问约翰的学生，讲你有经历圣神无？讲我毋捌听过。哇！牧师今日讲了啊，你袂使讲我无听到，是圣神要甲你同在，你就要行出你以前可能做袂到、想袂到、你毋敢做的事，要互上帝甲你成全。愿主将这个恩典来赏赐予咱大家，经历到圣神同在的丰盛。现时话，咱要三甲来做祈祷，然后请做同工，大家准备心，要来领受圣餐。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有这个福分，来领受圣神降临的真理。主啊，阮要承认阮的不足，我要求圣神的降临，是你有圣神甲阮永远伫地，毋是只敢追求一时阵，阮讲方言，也是一个时阵，互圣神临在迄种兴奋的时间啊！听，因为圣神的同在是永久的，是永远的，佫是进入伫阮的生命中。主啊，阮意爱，阮呼求圣神甲阮同在。呼求圣神来领导阮，因为圣神是真理的神，要指导阮明白主你的真理甲价值。愿主将这款的祝福临到伫阮中间，阮要三甲用圣餐来纪念主的临在甲听，也要用义气的祈祷来证明上帝你的应允，啊，甲你的意志。愿你甲阮伫地，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的圣餐礼吼。